大家好，今次介紹嘅單位位於大埔太和火車站附近，3樓連天台設計，3房2廳附設套房，新裝修夠開揚，鄰近泳池同運動場，車程5分鐘即達火車站，一家大細住都啱晒，快啲約睇啦！整體空間開揚有通透，開放式嘅設計將客廳、餐廳同廚房自然咁連接埋一齊，唔單止令視覺上更加寬敞，仲方便屋企人喺不同區域活動交流，營造出溫馨和諧嘅家庭氛圍。而且各個功能區劃分明確，動線流暢，無論係喺客廳睇電視、餐廳食飯，定係廚房煮嘢食，都好方便自在。想住得舒服又自在，嚟呢度就啱啦！呢間客房空間足夠闊落，放雙人床完全冇問題，瞓起上嚟好舒展。旁邊仲可以放個衣櫃，唔使擔心衫襪冇地方收，而且每間房都有分體冷氣啦。跟住呢，我行過少少啦，就到浴室啦。呢度配備晒洗手盆、馬桶同埋企缸，樣樣都齊全。仲有裝咗即熱式熱水爐。就算冬天沖涼都暖粒粒，好正㗎！帶你睇下呢間多功能房啦，呢度嘅空間規劃非常靈活，屬於彈性佈局設計㗎。無論你家庭結構點樣變，呢間房都可以隨時調整用途。家陣可以當做遊戲室，小朋友玩到開心到飛起。等小朋友長大咗，又能改成書房，安靜讀書做功課。甚至乎如果屋企有客人留宿，又可以輕鬆變身客房。咁呢種彈性佈局呢，真係好啱現代家庭啊！而家帶大家嚟睇下我哋嘅主人套房啦。呢間房好寬敞，放張雙人床都唔會覺得逼。除咗大床，空間仲足夠擺部電腦台，方便你處理工作或者娛樂。再配埋個衣櫃，收埋你啲靚衫就冇問題啦。重點係呢間主人套房仲配有獨立套廁，私隱度十足，住得更加舒適自在。哇！你話係咪冇可能啊？喺香港咁密集嘅地方上面，竟然會有咁靚嘅秘密花園？夜晚約埋班朋友仔嚟呢度飲2杯，傾下心事，又或者自己一個人瞓喺度，望住啲星星發下呆，嗰種幸福感真係直頭爆燈。我真係好想即刻有間咁樣嘅天台啊！誠邀你立即致電或者 WhatsApp 聯絡我哋，立即安排睇樓。